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下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的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请会众看投影片，思会与会众起应和的分配。我们一起来起应诗篇72篇1到7节以及18到19节。神啊，求你将判断的权柄赐给王，将公义赐给王的儿子。他要按公义审判你的民，按公平审判你的困苦人。大山小山都要因公义使民得享平安。他必为民中的困苦人伸冤，拯救穷乏之辈，压碎那欺压人的。太阳还存，月亮还在，人要敬畏你，直到万代。他必降临，像雨降在已割的草地上，如甘霖滋润田地。在他的日子，一人要发旺，大有平安，好像月亮长存。独行其事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荣耀的名也当称颂，直到永远。愿他的荣耀充满全地。阿们，阿们。愿上帝的话语常存留在我们的心中。我们知道今天是将临期的第2个主日。将临期是教会年历中第1个节期，是一个希望与等待的节期，代表了教会要庆祝耶稣基督降临的准备期，与期待耶稣基督再临的等待期。那将临节礼仪的颜色是紫色，象征君王的来临。那教会会以将临圈作为象征，帮助信徒在圣诞节前行事准备。将临圈里面总共有5根蜡烛，中间是白色的，那外围有4根蜡烛，分别代表将临期的4个主日。中间白色蜡烛是象征耶稣基督，那旁边呢有4根蜡烛，代表意义依教会的传统各有不同。那其中一个较为广泛使用的是盼望 hope、平安 peace、喜乐 joy 和慈爱 love。现在由思会来点燃象征和平的第2根蜡烛。弟兄姐妹，我们同心为以下的事项来祷告，请低头。主啊，我们为东欧国家乔治亚来祷告，愿基督的信仰能够进入生活文化中，国家百姓能够更认识基督信仰祷告。我们为台湾卫理公会北2教区教会祷告，大直卫理堂王先志牧师为教会奉献充足，教会在当地更加得人，传道同工身心健康祷告。为台湾行政首长及各级官员祷告，
求神赐智慧聪明给执政掌权者，赐福给台湾的人民，为台湾儿童及青少年能受到完善的知识教育及美好的品格教育造就来祷告。我们也为台湾第一线防疫工作医护人员、军警人员来祷告，愿主赐他们平安，工作顺利。我们以主教导我们的主祷文来同声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一同来领受上帝的话语，请郑宝华姐妹来诵读今天的圣经经课。今天的第一处经课在马太福音第3章1到12节。教会的圣经本在新约第2页。马太福音第3章第1节。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这约翰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那时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并约旦河一带地方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受洗，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上帝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第二处经文在罗马书15章4到13节。教会的圣经本在新约177页。新约177页，罗马书15章第4节。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但愿是忍耐安慰的上帝，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一心一口的荣耀上帝，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上帝。我说，基督是为上帝真理做了受割礼人的执事，要证实所应许列祖的话，并叫外邦人因他的怜悯荣耀上帝。如经上所记，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赞你，歌颂你的名。又说，你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乐。又说，外邦啊，你们当赞美主；万民啊，你们都当颂赞他。又有以赛亚说，将来有耶西的根，就是那兴起来要治理外邦的，外邦人要仰望他。
但愿使人有盼望的上帝，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是今天的经课。请听上帝的话，记载在以赛亚书11章1到10节。以赛亚书11章1到10节，我们今天诵读的经文呢，在11章的1节，耶西的本后面有提到原文下好像是不那个字，这个字不是不是的不，它是念墩，桥墩的墩，它跟桥墩的墩是一体字，意思是表示树砍掉以后呢，它根部的部位。现在由思慧来诵读今天的经文，以赛亚书11章1到10节。从耶西的本原文是端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也不凭耳闻，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公义必当他的腰带，信实必当他鞋下的带子。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牛必与熊同食，牛犊必与小熊同卧，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毁蛇的洞口，断奶的婴儿必按手在毒蛇的穴上。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到那日，耶西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现在由诗班献诗降临颂。
牧师来证道。那证道的题目是期待和平来临。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可以一起来做礼拜。我们刚刚听到的诗歌，在一般我们所唱的诗歌里面，这一首歌叫做《以马内利来临》。那《以马内利来临》这个是一首，它带着期盼跟盼望。那当然，它的曲调如果是快跟慢，就会有一些不太一样的感受跟表现。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这首诗歌放慢的时候，有点哀伤的感觉，好像受苦的人正在等待着救主的降临。但是如果把它变成是快节奏的，或者是比较这个拍子比较快的这样的感受的时候，它又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好像很期盼跟期待着救主的赶快的来到。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诗歌可以把我们里面的感受表达出来。也许你唱的诗歌不一定是都是现代歌曲，也许你唱的可能是比较传统的诗歌。当你用不同的感受、心情或是速度去唱的时候，也会把不一样的感受会唱出来。当然，现在诗歌也很棒，可以很直接的表达你的心情跟感受。但是如果能够有更深入的、更深度的进到心里面的时候，那个感受又是不一样的。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去领略跟体会诗歌的美。诗歌本来就是要来敬拜跟荣耀上帝的。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透过诗歌来敬拜上帝，来预备跟等候耶稣基督的降生的日子要来到。那前几天昨天这个如果各位周间有来到教会的时候，应该会看到我们在礼拜堂的外面本来有一棵这个树这个可能是前几天在修剪那个树木的时候，那个工程单位在修剪树木的时候留下来，或者是风大的时候可能折断了，那有人就把它拖到我们的礼拜堂的那个靠近这个姜母鸭的中间那个广场的地方。那昨天这个荣民弟兄跟我就看了之后，荣民兄就说那我们是不是把它切一切？因为这个树太大了这个切一切比较安全，因为礼拜天要做礼拜，大家要停车这样比较不方便。所以早上我就跟神学生、还有荣民兄、还有文曲弟兄，我们就4个男生，我们就合力把那一棵那个树枝很大一根的树枝，把它切一切，切出来变成小枝。但是在切的过程当中，这个不小心呢，我就这个大拇哥这边就划上了一刀，因为那个锯子不小心就割到了，所以一整天的时间，我的大拇指就只能够这样拿着，然后用 OK 棒贴着。然后后来我看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发现，我的手指头虽然受伤，但是它一直保持这个态度，一直保持这样。那虽然我受伤，我不能做什么，但是我可以给别人按赞啊，听得懂意思吗？也许我可能受伤，我不能做什么，但是我可以给别人按赞，这是我们可以去做的事情。有很多人说，我很不能，我什么东西都没有办法，我什么东西都不能做。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也可以帮人家按赞，听得懂意思吗？虽然你可能不一定很会做什么事情，也许你说这个吃我会，但是这个可能煮饭我不会，可能插花我也不会，什么都不会，但是你可以帮人家按赞。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教会里面多一些肯定、赞美跟鼓励的氛围。因为很多人做事情并不是他应该要这样做，他们是因为爱心的缘故这样做。而当别人付出爱心的时候，让我们能够用大拇哥来跟他按赞，表示赞美、肯定跟鼓励。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在主里面我们彼此分工。也许不一定我们大家都可以做得到什么样的工，但是我们可以为别人肯定、赞美、鼓励，这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最美好的氛围。愿上帝帮助我们，教会里面充满肯定、赞美、鼓励，这是美好的。愿上帝来祝福我们。好，开始前一样跟大家分享一个笑话跟故事，只是一个笑话不是这个真的，千万不要介意各位知道最近是这个有世足赛在踢，知道吗？这个足球赛对不对？这个台湾可能足球这个部分比较没有那么投入了所以比较我们可能自己国家的少一点。但是我们会看到在荧幕上面有很多很多的国家在踢球。有一个人他这个晚上睡不着觉，他常常做梦，然后他就跟这个医生讲说，
医生啊，可不可以这个帮我治疗一下？因为晚上我都会梦到这个老鼠啊在踢足球。然后这个精神科医师就，觉得这个情况有点这个严重哈。那好，那我开给你安定跟镇定的药，晚上给你开个安眠药，这样是不是可以？好，结果这个病患呢，他就跟医生讲说，医生，我可不可以明天再吃啊？那医生问说，为什么你明天才吃呢？他说，因为今天晚上他们要踢决赛。听得懂意思吗？这一群老鼠要踢决赛啊，所以我晚上我不能睡觉，晚上我还要醒着，要这个梦他们这个踢决赛，到底是哪一队赢呢？是白老鼠赢还是黑老鼠赢呢？哈，所以他说，那我药可不可以明天再吃？啊，这个是这个笑话，但是事实上我们常常是用一些叫做这个很刺激的东西在刺激我们的脑袋，比如说我们在睡觉以前，可能常常会看一些比较刺激性的，像这种影片哈，或者是这个运动比赛或是比赛，但是毕竟安静跟这个安稳才是我们在睡觉前需要去做的事情啊。所以有人说我晚上睡不着觉，其实需要平静跟安稳，让我们的心可以安静。所以最近我学到一个秘诀，如果睡不着的话，请拿起那个牛顿的那个叫做微积分哈，这样你可能就会睡着了哈，可能就会睡着了啊，这是笑话而已啊。好，我们举起圣经来祷告，愿上帝的话成为我们的帮助跟力量。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我们一起念，请。这是我的圣经，他说我是谁，我就是谁；他说我拥有就拥有，他说我可以就可以。今天神的话要来教导我，我诚心悔改，我心里警醒，我灵谦卑受教，我就不再一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谢谢我们刚刚司会帮我们做了一些的提示。今天是这个圣灵降临节，不是，是这个降临期的，对不起哈，有点口误。降临期的第2周。降临期的第2周，我们要点上第2支的紫色的蜡烛。那虽然是降临期的第2周，但是这一周是12月的第1周，就是我们的圣餐主日的时间，也是逼近快要到这个圣诞节期的时候。一般降临期就是预备跟等候基督要降生的时候，所以教会里面事实上有节期的。所谓的节期就是让我们知道，这个时间快要来到了，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做一些的预备。各位如果知道圣经里面讲耶稣降生的时候，你知道那一段的记录是非常妙的。圣经里面马太福音里面提到说，当约瑟跟玛利亚他们到伯利恒去的时候，各位如果注意圣经里面那一段话，他说客店里面怎么样？没有地方，对不对？客店里面没有地方，所以耶稣要生了，但是没有地方让耶稣降生在那里。所以可见的，当人心烦乱的时候，当你的心有很多的复杂在里面，当你有很多的垃圾堆积在你心里面的时候，你用什么地方来迎接基督的降生？所以必须你要清出一个地方。所以好不容易在什么地方有一个地方可以让耶稣生在那里，有一个马槽的地方让耶稣生在那里。所以玛利亚不是生在那个产房里面生耶稣，她是在这个马房里面生耶稣的。但是在马房里面生耶稣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最少有一个马槽的地方让耶稣降生在那里。那我们的心是不是有一个，至少有一个像马槽的地方，能够有一个空缺，有一个地方是让耶稣能够在那里临到在你生命的里面。愿上帝帮助我们。有时候我们的心烦乱到一个程度，是连上帝也容不下在我们的心里面。很多时候我们常常用很多东西塞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可能有很多的忧虑、思虑、愁烦，但是我们没有任何的地方预备等候耶稣基督的降生。所以在教会的年历里面，降临期是让我们预备等候基督的降临跟降生在我们的当中。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的心是否有个空缺的地方，或是有一个腾空出来的地方，让主可以临到降生在那里，让他来改变你的生命，让他来改变你的环境，让他来改变你的认知，让他改变你的想法，让你的生命可以调整跟改变，能够获得新的生命。这是在降临期的时候我们可以去思考的。特别降临期的第2周的主日又叫做
悔改主日或是和平主日。所以悔改让我们可以有空缺的地方，让出一个地方给耶稣降生。和平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降生，他是和平的君王，他要降生在这个地方，要来带来和平，带来和睦，让我们与上帝和好，让我们也能够与人和好。愿上帝帮助我们。十字架不是只有单向的，只有人跟上帝的关系，包括人跟人的关系，也要在基督里成为和好。愿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能够在将临节期的时候，能够来思想跟想到耶稣基督要降生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的心预备地方，让他能够来降生。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好，所以今天的圣经相当重要，为什么？因为在圣经里面，旧约圣经里提到耶稣，常常提到耶稣的，就是这个以赛亚书。各位如果看圣经里面，或者是各位有上过成人主日学，我们当中有一些成人主日学老师会开这样的课程，比如说认识这个上帝的仆人。在旧约圣经里面有多次提到上帝的仆人，就是在指着新约里面的耶稣。所以特别以赛亚书里面有很多来提到有关耶稣降生的预言，包括今天的这一篇的圣经也提到耶稣基督的降生，他要带来给世界一个什么样的盼望，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好让人能够认识基督降生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改变。圣经里面以赛亚书是旧约圣经里面叫做大先知书里面的头一卷书，所以大先知书里面，圣经里面讲大先知，指的不是他身材比较高大啊，或者是他的重要性比较重要，不是，而是指他的篇幅比较长，他的内容比较多，范围比较广，这个叫大先知书啊。所以这个是让大家知道说，不是因为其他的先知不重要，它叫大先知，不是，是因为它的内容比较多，范围比较广，然后它的涉及的内容比较深入，所以这个叫大先知。以赛亚的名字意思就是耶和华的救恩啊，所以以前的人取名字都有他的用意跟他的意思的。相信很多人的名字都有一些的用意跟意思啊，像我的弟弟取名叫做钟如，那意思就是我的父亲希望他像一个儒生，像一个读书人一样，他期盼我的弟弟能够像一个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以赛亚这个名字，它的意思就是耶和华的救恩。过去以色列人他们喜欢用跟上帝有关的名字来成为他们的名字。其实华人也常常会这样。各位知道华人以前有个蔡奇阿苗，知道吗？有没有听过人家叫天使啊？天使有没有？上天赐予的啊，或者是那个叫做什么？这个蒙奇啊，对，类似像这样啊，就是可能有一些类似像这种蔡奇阿苗，但是他们都有一些的含义在的啊。比如说这个约瑟叫做多给一个儿子的意思啊，其实就是这个上帝给我一个儿子的这样的一个用意。每一个人的名字都有他的一个用意在，所以以赛亚他生在皇宫贵族的家庭里面，特别他又是一个祭司家庭的孩子。你可以想象，如果他今天他不单是一个基督徒，而且他是生在牧师家里的孩子，所以他特别取了这个名字叫做耶和华的救恩。但是各位千万不要以为当牧师或是当牧师的孩子就一定比较圣洁，各位其实错了。如果你看以赛亚书里面的话，以赛亚在发预言，他虽然讲的都很直接严厉，或者是他直接的传递上帝的话，但是他深感自己是不配的。各位如果看以赛亚书里面的时候，以赛亚先知常常认为自己是不配来传讲上帝的话的。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6章7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以赛亚书6章7节，投影片上面的圣经我们一起念来。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啊，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6章7节，好，以赛亚书6章7节，为什么会有这个天使要来拿炭火来烫这个以赛亚的口？因为以赛亚说：天啊，我犯罪了，我口是不洁净的，然后我又在这些不洁净的民当中。
以赛亚他不会觉得他自己比别人高尚，他不会觉得他自己是先知，所以他好像比别人厉害。没有，他说什么？他说我是个口舌不洁的人，又生在口舌不洁的民中。亲爱的弟兄姐妹，基督徒当久了，有时候我们常常忽略一个事情是，我们虽然当了基督徒，但是我们的嘴巴跟别人一样不干净。听得懂意思吗？我们在教会里面哈利路亚赞美主，但是回家可能屌半天了。听得懂意思吗？好，跟大家讲一个实际上的案例哈。我的家族、我的家庭、我的阿公阿嬷是第一代信主的，我的爸爸那一辈，偶尔有一些，到我们这个孩子的这一段，可能就更少了。但是我永远记得小时候，阿公阿嬷带着我们到教会里面参加主日学，然后大人做礼拜。各位知道，在教会里面，大家唱诗赞美敬拜上帝，好 holy， 对不对？可是回到家里面的时候，你知道我们乡下人常常会屌那个三字经，知道吗？所以昨天还听到那个秋雨姐说，这个有学生屌他六字经的，你知道那种感受，就是在教会里面哈利路亚赞美主，然后回到家里面六字经或是三字经很多在那个家庭里面，你可以想象。我们的信仰常常只锁在哪里？只锁在礼拜堂，但是我们没有在礼拜堂以外的地方，我们把我们的信仰实践出来。所以以赛亚先知他深感自己他是不配的，他说我是口舌不洁的人，又在口舌不洁的民中。然而上帝给他有机会用圣殿里面的祭坛上的炭火来烫了口，但是各位不要以为烫了口完之后他就没事了，没有。上帝还做一件事情，各位看第8节的地方，以赛亚书6章8节，我们来念一下6章8节，一起念来。他说：“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常常会在诗歌里面，或是唱诗的时候，常常会唱这一首歌，说：“啊，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各位。我们要常常认知，我们在唱诗的时候，也在做一个反省，是我们知不知道我们在唱些什么？我们在唱的东西跟我的心是不是合在一起的？当我在唱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的时候，刚刚才口被这个炭来烫完了，洁净了，我们有没有心里面真的这样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很多时候我们嘴巴里面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但是心里说不要，牧师你不要找我，这个事情太困难了，不要找我来服侍这个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这是你生命改变之后你会做的事情。主啊，我在这里，你要呼召我做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要呼召你，你成为基督徒，你生命改变，重新更新了，你的生命调整不再一样的时候，你要问上帝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能够为你做些什么？”虽然不一定你会上到讲台上来，虽然不一定你会去这个有这个在明显的地方的服侍，但是你能不能被差派到去一个上帝要呼召你去的地方，或是上帝要呼召你去做的事情，在那里投入在那个地方。以赛亚他被烫完了之后，他深感一件事情是：主啊，我在这里，你能够用我，请你用我，让我能够为你做些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你的生命被上帝改变之后，你有没有特别去想到：主啊，请差遣我，让我能够在哪些地方为你来发光？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嘴巴里面说啊，主啊，你呼召我，我肯为你去。但是我们真实的情况是，主啊，不要呼召我，这个最好不要找我哈，找别人，找某某弟兄就好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口跟我们的心是合一的。好，前面铺陈这么久要做什么？因为今天要讲的内容就是耶稣在旧约圣经里面，以赛亚已经预言，这个以赛亚书已经预言了耶稣来的时候，他的国度还有他的治理。所以我们要来看一下今天的以赛亚书的11章的第2节里面，这个耶稣在那里的显现的时候，耶稣有什么样的一个表现在他的身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以赛亚书11章2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节圣经，一起念来：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在新约圣经里面，
提到耶稣被圣灵充满，当施洗约翰为他施洗之后，他从水里上来，圣灵就充满他。以赛亚就说，充满他的圣灵里面有什么？有智慧和聪明的灵，有谋略和能力的灵，有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领受的圣灵跟耶稣所领受的圣灵是一样的。所以当你有圣灵充满在你里面的时候，你要相信上帝已经要把这些的智慧、聪明，还有这些的谋略、能力跟知识、敬畏神的灵，都要放在你的里面。所以千万不要去说好像我不能做什么。如果我们常常口里说我们不能做什么，其实我们在否认上帝给我们圣灵的这样的恩赐。上帝给我们圣灵的恩赐，好让我们能够去为他做这样的一个治理跟管理的这样的一个工作跟行动。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耶稣基督透过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也一起领受这样的一个圣灵在我们的当中，有智慧、聪明、谋略、能力，有知识，有敬畏上帝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灵充满在耶稣的身上，也同样的充满在我们的心里面。好，所以圣经里面有一把钥匙，各位如果能够拿到那把钥匙，你就可以开启圣经里面所有的内容。圣经里面的那把钥匙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各位如果把耶稣基督从旧约开始一直开到新约，你会发现整本圣经全然都在讲耶稣基督，全部都在朝着耶稣基督在做这些的形容，在形容耶稣基督他是谁，他在圣经里面他来显示他自己。所以耶稣才是整本圣经里面最重要的那一把钥匙。所以我们今天唱的诗歌里面，还有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都常常充满这些的话语。有一个词各位可能常常会看到，这个词叫做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以赛亚书里面也提到这个词，最早提到这个词就是在以赛亚书里面提到这个词，以马内利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与我们同在，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能够有从上帝那里来的能力、知识，有他从上帝那里来的谋略、聪明、智慧在我们的里面。这个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而且是在我们的心里，不是只是在外面推一把，它是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前2天有一个姐妹一个社青一个姐妹，她来跟我谈话的时候，她说她工作上她需要圣灵的帮助。她说她每天早上去参加晨祷，然后她希望从上帝那里来得到这个圣灵的帮助，让她可以那一天可以有力量来完成工作。那我就问这个姐妹，我说某某姐妹，你说你需要上帝的力量，上帝的圣灵来推你，或是给你帮助，让你能够完成这个工作。我说，但是你知道那个力量就在你的心里面吗？她说我需要圣灵的浇灌。她说我要圣灵浇灌在我的身上，让我可以有能力去做这个事情。我说，亲爱的姐妹，你知道那个活水的泉源就在你的心里面吗？你知道那个活水泉源就在你心里面吗？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说什么？信我的人从他的腹中要怎么样？流出那个活水的江河来。我们常常要圣灵浇灌，圣灵浇灌我，圣灵浇灌我。可是你知道圣灵是在你的里面，让你可以有那个力量可以迸发出来，让你里面有那个荣耀的上帝的活水在你的里面。以马内利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好，那讲这些东西要做什么？今天讲的内容是什么样的东西？有一个东西可能大家会看了会觉得那个叫做台语叫做汉构。为什么？因为居然有这种东西会出现。好，我们看一下第6节的地方，我们来念一下第6节。这个是一个非常稀有的很难得看到的东西。我们来看一下第6节，一起念一下第6节，一起念来。豺狼必与绵羊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我们如果是按照脉络来看的话，就是弥赛亚的国度，上帝的国度降临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和平临到，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
东西会在这个当中。但是现世的事情上面，在事实上我们看不到。你如果叫狮子跟那个山羊在一起，恐怕那个山羊过没有多久就不见了啊！你会发现永远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的，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在世界上。但是牧师要告诉大家一个事情是，这个事情真的发生，而且就在我们的当中，就在我们的当中。我跟高雄卫理堂的新牧师，我们是20年的同学，因为我们在神学院的时候，我们是一起念书的。然后有一天，他突发奇想，他突然跟我讲，他说：“这个蔡牧师啊，我跟你说哈，我觉得我们不像牧羊人，知道吗？牧师是牧羊人嘛，对不对？”他说：“我们不是牧羊人。”我说：“那是什么？”他说：“我们应该是动物园管理员。”听得懂意思吗？动物园管理员是什么？在动物园里面有什么？有温和动物，但是也有什么凶猛动物啊？有熊，有狮子，有豹，有豺狼，然后还有什么？也有温和动物，有绵羊，有小兔子，有这些。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教会里面是什么？不是羊圈呢，教会里面是什么？是动物园啊。我们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脾气跟个性，对不对？有的人的脾气就像什么？像狮子一样，像豺狼一样，有的像熊一样，孔武有力；有的人是小绵羊，有的人是小白兔。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些人怎么可以在一起啊？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世上看不到的地方，在教会里才能看到。豺狼与绵羊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这在哪里？这是在上帝统治的国度的里面，上帝国的里面。而教会是上帝国的一个缩影小部分，千万不要把教会跟上帝国就直接放一起。上帝国的小部分缩小版就在教会的里面。所以我常常说，教会是什么？教会是上帝国的试吃版。各位知道有去过那个 Costco 或是去一些卖场的时候，有试吃一些东西，有没有？那个叫试吃啊。这个牛排哇，吃了好好吃啊！哦，这个我后来想要买一大块，为什么？因为那一小块很好吃。亲爱的弟兄姐妹，教会是什么？教会是上帝国的试吃版，告诉你说，上帝国应该要像这样子。像什么样子？豺狼跟绵羊可以一起同居，豹子跟山羊羔一起同卧，少壮狮子跟牛犊跟肥畜一起同群，而且小孩子还要牵引他们。这个是在上帝的国里面才看得到的情景。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我们当中每个人脾气个性不一样，也许你是凶猛动物，也许你可能是温和动物，但是你能够跟你的弟兄姐妹在一起，这是不容易的事情。我在桃园的时候，在桃园牧会的时候，我们在桃园卫理堂也有一个很特别的情况。各位，选举刚过哈，牧师没有要挑起那个颜色的冲突，但是牧师要告诉大家，有一个很特别的事情。我们那时候在桃园的教会有2个师母，一个是蓝色的，一个是绿色的。但是这2个师母他们在教会里面的时候，他们一同服侍，一同配搭，他们一起祷告，他们一起去做这个服侍的工作，但是他们的党派是不一样的。讲到选举的时候，每一个人都会各自表述他自己的这个党派的他的认为的那个样式，但是在教会的里面的时候，他们就能够一起配搭，一起服侍，一起的和睦的同居。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才是在教会里面你会看到的。教会里面跟社会不一样，是外面我们会有冲突，外面我们可能会有很多竞争，外面我们有很多的伤害，我们有很多的彼此侵吞或甚至是欺负的事情，但是在教会里面没有。等一下的经文各位会看到，在上帝的这个统治的地方，他的遍地里面不会害人，没有害人的东西。我们来看一下，信徒以爱来彼此的和睦连结在一起，这才是教会。教会里面是彼此的和睦，彼此的交通，我们都在一起，不同的个性的人可以合在一起，这里就是教会。所以教会不是什么？教会不是你喜欢的一群朋友在一起，不是。教会是上帝给你预备的一群弟兄姐妹。所以千万不要觉得
教会里面我要挑某一些人啊，我不跟谁在一起，我只跟谁在一起。或许情感上你会跟你的小组，或是跟你的几个比较亲近的朋友在一起，但是教会里面不是我们选择的朋友，教会里面我们彼此称为弟兄姐妹。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如果你有一个你常常看到的弟兄或姐妹，但是你没有跟他讲过话，或是你从来没有认识他，或是你从来没有跟他谈过话的，好不好试试看？尝试着去破冰一下，跟他谈谈话，认识一下他，了解一下他，或是知道一下他的名字，他是谁，他是住在什么地方啊？我常常见到你，请问你是谁啊？然后你是在哪里工作？让教会里面能够成为彼此接纳、彼此包容跟彼此相爱的团契，而不是这个你好我好，然后就打个招呼人就走了。我知道他是我的会友，但是我跟他没有讲过话。有一个弟兄这样跟我说，他说他来教会里面2、3年了，他曾经碰到某一个姐妹，但是他们都只有在电梯里面打招呼微笑一下，从来不晓得这个人叫什么名字，他也没有跟这个人有交通有来往。所以我们在教会的里面常常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我可能只喜欢跟某些人在一起，我不太喜欢跟谁在一起，并不是的。教会里面是上帝给我们预备的弟兄姐妹，而不是只是我们喜欢的朋友。所以教会里面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是这样的一个，透过这个信仰让我们跟上帝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但是我们是透过跟人的关系来做实践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跟上帝关系很好，透过什么来看到？透过我们怎么样对待人来看到的。所以信仰不是只有你跟上帝的关系，还包括你横向的跟人的关系。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就在这里了。第9节，我们来念一下第9节，一起念一下第9节，一起念来。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在讲哪里？就在讲教会啊。教会里面常常讲什么？讲上帝的话，常常读圣经、祷告，所以教会里面充满认识耶和华的知识，都在这里。上帝的圣山，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只有在哪里可以看到？只有在教会里才能够看得到。我不是说教会就很完全，千万不要误会牧师的意思，因为教会里面我们多少还是会有一些人际关系的冲突跟伤害，但是在教会里同样也可以看到那个美，就是我们在教会的里面彼此不伤人不害物，我们彼此可以相处在一起，性格不一样的人可以相处在一起，这只有在教会里面才能够见到的场景。所以教会是上帝所创立的，而且是他所统治的团体，只有在那个地方才会看到那样的和平会临到。所以唯有耶稣才能够满足我们的心。如果我们在地上期待某些人可以满足我们，那对不起，你恐怕满足不了。没有任何一个政党的候选人或是他的这个当选人可以满足我们的心，没有任何一个人，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够让我们的心得着满足。只有在上帝所统治的地方，在上帝所治理的地方，我们才能够看到真正的和平的来到。所以第10节说到那日，耶和西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这里又要在预言教会里面的场景。到那日，耶西的根做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寻求他，他的安息之所大有荣耀。亲爱的弟兄姐妹，教会不是只有新约才出现的，在旧约圣经里面就已经预言到上帝所统治的、上帝所治理的那个地方，就有这样的一个美好，就有这样的一个安息之所，就有这样的一个外邦人寻求的地方，就是我们在这里聚会的地方。所以上帝的国不是只是指一个地方，上帝的国指的是一个关系，一个众人在这边一起合一的那样的关系，在这里面上帝的国就是在我们的当中。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的国不是在很远的地方，上帝的国就在我们当中。当我们的心被上帝来管理的时候，被耶稣来管理的时候，这里就是上帝的国。好，所以跟各位解释一下，有一个名词
这个名词叫耶和华尼西哈。我们刚刚看到说，这个耶西的根必成为一个竖立的大旗。在旧约圣经里面提到这个旗帜有一个名字的，各位知道在哪里？在出埃及记的17章15节里面有一个词叫做耶和华尼西。好，我们来看一下它是什么意思。他说耶和华尼西是什么？耶和华是我的旌旗。耶和华是我的旌旗，意思是什么？旌旗是用在做什么地方？打仗的时候，旗子插上去，这里就是我的了。意思就是这里就是神得胜的地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教会是神得胜的地方，教会是上帝统治在这里的地方，教会是上帝的治理的国度在这个地方的显现。愿上帝帮助我们，教会里面插上了旗子，插上了那个旌旗，就是这里提到的耶西的根必称为呼召万民的大旗。在这个地方代表基督的得胜，因为在这里不可能合一的都合一了，不可能在一起的都在一起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在教会里面完成了世人所看作不可能的事情，就是上帝将合一放在我们的当中。所以今天的经文给我们几个提醒：第一个，因着基督的顺服，上帝的祝福就临到在我们的当中。所以我们能够跟上帝和好，是透过耶稣基督，让我们与上帝有美好的关系；透过他的流血，让我们恢复跟上帝的关系，也透过他的流血，让我们跟人来和好。所以基督有3重的身份，第一个是他是先知，他也是祭司，那他也是君王。所以我们听上帝的话，读上帝的话，我们接受上帝的教导，同时也接受耶稣基督管理我们的生命。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为主来管理。他不单是先知，他是祭司，他同时也是君王。所以上帝差他的儿子来，有他的用意。他说，让我们的所有的一切的罪都透过他的独生子可以得到赦免。耶稣说，我来了，要照上帝的旨意来行的。所以透过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得着罪得赦免。第二个，因着基督的救赎，真实的和睦就能够临到。因着耶稣基督降生在我们当中，让不可能变成可能，让不和睦能够变成和睦。当光照在黑暗里的时候，黑暗就退去了。所以当我们在黑暗当中不知该如何是好的时候，上帝将他的真光就照进在人的里面，让人能够里面的黑暗被照亮。在约翰一书里面就提到，不爱自己弟兄的，就是住在黑暗的里面。所以当爱弟兄的时候，就是光进到你的生命里，让你能够有光在我们的当中。所以属灵的人应当是和睦的榜样。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在教会里很久的时间，那么你更应该是一个和睦的榜样，好让人看到和平跟和睦就在这个人的身上来显出来。所以因着爱，我们能够有盼望，在基督里，我们透过他的牺牲流血来成就那个和睦跟和平。透过耶稣基督，才有真正的和平能够临到在我们的当中。第三个，耶稣基督不但让我们跟上帝和好，也让我们能够透过他住在上帝的里面，让我们能够有上帝的丰富来临到我们的身上。所以第三个就是因着基督的内住，上帝的富足就临到在我们的身上了。我们来看一下诗篇22篇26节这里所提到的，我们一起念一下22篇26节，一起念来。谦卑的人必吃得饱足，寻求耶和华的人必赞美他。好，所以这里提到上帝的丰富跟富足从哪里给我们？谦卑的人必吃得饱足，寻求耶和华的人必赞美他。当我们寻求上帝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得着真正的饱足。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是不是你生命当中最大的满足？如果耶稣不是你生命中最大的满足的话，那恐怕我们的信是有问题的。我们要透过别的东西来满足，要透过别的东西来满足我们的生命，而不是透过耶稣的时候，恐怕我们就已经失焦了。让我们回到基督的里面，唯独基督才是我真正的满足。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基督的里面领受他的丰富，唯有基督才是我们真正的满足。所以当我们需要平安的时候，呼求上帝，他要赐下真平安给我们。特别这一周是平安主日，愿上帝带领我们，
让平安跟和平真正的临到我们，也临到你的心，让我们的心预备地方，让这个和平之子进到我们的心里面。未来的年日，上帝帮助我们，或许我们可能曾经有跟人不和，或是有跟别人有一些嫌隙或伤害的地方，但是让我们能够在基督的里面，我们能够成为彼此和睦、彼此饶恕、彼此原谅，成为一个上帝所统治的治理的团体，让我们这里面让人看到不可能的事情发生，让豺狼可以跟绵羊、跟山羊羔、跟牛一起居住，狮子跟熊可以跟这些的温和动物一起居住，甚至小朋友可以来牵引他们。愿上帝帮助我们，在上帝的家里面，在上帝的国度里面，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让教会可以成为一个温和和平的地方，有慈爱跟怜悯的地方，有真正的平安在我们当中的地方。愿上帝祝福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愿你帮助我们，让教会真正带来社会的平安。我们知道我们实在是不能也不能做什么，愿你帮助我们，愿你和平的灵临到在我们的当中。当我们等候和平的降临来到的时候，主啊，透过我们的祈祷，愿你将平安赏赐我们，让我们成为和平之子，不单在我们自己的家里面带来和平，在教会带来和平，也带来社会的和平，带来国家的和平。愿你恩待我们，让我们成为和平之子，能够在任何的地方都显出你和平的样式。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在你里面蒙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牧师为我们阐述神的话语中的启示与真理。我们一同来同声诵读今天的金句，以赛亚书11章第10节，请。到那日，耶西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以赛亚书11章10节。到那日，耶西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以赛亚书11章10节。以下我们要举行圣餐礼，我们一起来唱圣餐诗歌《与主合一》的第1节，会众请起立。请坐。现在请蔡牧师来主理今天的圣餐。弟兄姐妹，今天是我们2022年的最后一次的圣餐，不是代表圣餐到今天为止，不是，是明年还有明年的那个圣餐主日的安排，但是这是最后一次今年的圣餐主日。几年来当中，我们的教会跌跌撞撞，我们也经历过很多的事情，包括这几年更是如此。我们这2、3年的当中，经历过疫情的状况，也经历过很多的不方便，或是经历很多的改变。无论它是什么，无论它的状况是如何，都给我们有一些深刻的反省。在这1年当中，我们收获些什么？我们也付出了些什么？我们有没有从这里面看到自己有成长不一样，或是看到自己有哪一些事情是还需要再加强的，再努力改变的？牧师要跟大家来认罪跟反省，因为
我跟师母我们也来了3年半的时间，虽然时间不长，但是3年半其实也是一段不小段的时间，也将近1000多个日子。也许我们不一定都很完美，其实有时候师母常常会提醒我，常常会告诉我说，有时候讲话要注意，有时候可能会不小心去伤到别人，因为很多时候讲话很快，但是思想跟不上，有时候牧师讲话也会让人受伤。千万不要觉得牧师都是安慰人的，有时候急起来的时候也是会骂人的。我们有时候为别人好，可能我们的口气跟语气，有时候也会让人感受到的不是好，而是让人感受到压力，会让人感受到痛苦，会让人感受到不舒服。亲爱的弟兄姐妹，要请你们原谅牧师，因为牧师不完美，但是上帝用不完美的人来成就他完美的事。所以同样的，我们每一个人也需要知道，或许我们在我们的思想上、言语上、行为上，我们也有很多地方不完美，但是上帝接纳我们，因为他是完美的上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或许在这一年当中，我们也曾经有过一些励志，或是我们曾经希望今年我要做些什么，但是做不到。可能有的人认为说，今年的开始的时候，我曾经励志今年要读完1遍的圣经，但是到年底的时候发现，对不起，出不了埃及了。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我今年我想要改变我的脾气，我想要多说好话，可是看到讨厌的人，这个心里面3字经不断的搅出来，只是没有出口而已。上帝怜悯我们，上帝知道我们的心，但是上帝不会因为这样责打我们或责怪我们，他常常给我们有再一次的机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好不好？我们也给自己再一次的机会，我们也给别人再一次的机会。当我们能够给别人机会的时候，你会发现上帝给我们好多次机会，我们都不完美，都不完全，但是上帝给我们有好多次再一次的机会。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多给别人一些机会，以至于让别人多一些机会可以调整跟改变。上帝祝福我们，让教会能够成为一个合一的团体，而不是一个我们只有挑毛病或者是说人不好的地方。同样的，我们也需要反省，是没有一个人完全的，所以不要常常宣告我不改变，我就是这样，或是我不能够调整，我就是这样的脾气。如果连狮子上帝都可以让它吃草的话，那么应该你是可以改变的。能够改变的不是你自己，而是圣灵的帮助。愿上帝帮助我们，当你发现你改变不了，唯有求圣灵的带领，让你可以一天比一天更加的进步跟美好。因为你的圣灵跟别人身上的圣灵，跟保罗身上的圣灵，跟彼得身上的圣灵，跟耶稣身上的圣灵是一样的，它能够带来改变。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带来改变，让我们的改变从现在开始，即将要进入新的一年，让我们也能够在新的一年当中进入新的改变。从此我们可以不再一样，虽然只是小小的改变。师母常常跟我说，她说只要人家有0.0001的改变，就要为这样来感谢上帝。所以如果能够有这样0.0001的改变，你都要为这样来感谢上帝。愿上帝帮助我们。看了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我们请来听主理这边来呼召各位，你们若真是悔罪，与人亲爱和睦，立志自心，从今以后遵主的命令，行主的道，就当存信心前来到全能上帝的台前，谦虚忏悔，领这圣餐，得受恩惠。我们一同来读认罪文。无所不能的上帝，我主耶稣基督的父，创造万物、审判万人的主，现在我们承认及悔恨我们的种种罪恶。我们素来在思想上、言语上、行为上都有过恶，得罪主，干犯主的盛怒。现在我们诚意忏悔，
求慈悲的父怜悯我们，为主耶稣基督赦免我们从前的罪，又赐恩典，叫我们从今以后改过自新，尊主的圣意，永远服侍主，将尊贵荣耀归于主的圣名。这是靠我主耶稣基督求的，阿们。请听解罪文。无所不能的上帝，我们的天父，主曾发大慈悲，应许将赦罪的恩赐给诚心悔罪、真实信靠主的人。现在求主怜悯我们，赦免我们，救我们脱离一切罪恶，激发我们，坚固我们，使我们勇于为善，能得永远的生命。这是靠我主耶稣基督求的，阿们。请听圣经上对谦卑懊悔的人所说的话：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我们一起来读心中仰望文：你们的心里当仰望主。我们当感谢我主上主。无论何时何地，感谢主圣父，无所不能、无始无终的上帝，这是理所当然的，也是我们本分所当做的。圣哉，圣哉，圣哉！天地万军的主，主的威严充满天地。愿荣耀归于至上的主，阿们。基督在十字架上替世人赎清罪孽，他又设立圣餐之礼，吩咐我们常常奉行，纪念他的受死，直到他再降临的时候，领受主所赐的这饼和酒，就是领受他的圣体与宝血。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要喝这杯，是我立新约的血，为你们和众人免罪流的。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阿们。我们一起来同诵谦恭敬主文。慈悲的主，我们到主的圣桌前，不敢靠自己的义，唯靠主的大恩典。唯主永无更改，常施怜悯，叫我们能领受上帝爱子耶稣基督的圣体与宝血，使我们犯罪的身体和灵魂都可被他的宝血洗清，而获得丰富的生命。我们就常住在基督里面，基督也常住在我们里面。阿们。现在要请陪餐的执事同工们到台前来啊。弟兄姐妹，如果你已经预备好自己，让你能够在这个时间，我们一起来有一些的反省跟悔改的时候，如果你已经在主里面，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你已经受洗，恢复神的荣美的形象，你已经成为神的儿女，那么我们就在位置上，请站立起来，我们预备来领受这个饼跟杯。当饼杯临到你的时候，拿了饼跟杯之后，你再坐下来，让我们可以在发饼杯的时候，能够来顺利的来进行这个饼杯的发。还有我们会有这个年轻朋友会帮大家处理这个喷酒精的事情，我们还是希望在安全的环境下来做这样的一个领受啊。然后，让我们一起能够来领受这个饼杯。弟兄姐妹，如果你已经受洗归入主的名下，我们都欢迎你来领受这个饼杯。
也许我们不同的宗派、不同的教会，你今天第一次，或是你已经来这边一段时间，我们都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来领受饼杯。这个饼杯代表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是合一的。也许我们不是在同一个宗派的里面，也许我们是不同的宗派、不同的教会，但是在基督里，我们成为合一的团体。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主里能够来领受这个合一。如果你领到了饼杯，就请你安静来坐下。我们等一下跟弟兄姐妹一起来用这个饼跟杯。这个饼跟杯代表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是一体的。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让我们一起来领受这个饼杯。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又拿起杯来说：“这杯是我立新约的血，为你们免罪流的。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你舍的，保守你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你免罪流的，保守你十分的平安。如果你还没有受洗，还没有这个领圣餐的这样的一个机会的话，那么你也可以把你的右手放在你的心上，让我们的心里面来领受这个饼杯。身体保守你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你最流的，保守你十分的平安。耶稣的身体为你舍，保守你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你免罪流，保守你十分的平安。耶稣的身体为你舍，保守你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你免罪流，保守你十分的平安。弟兄姐妹，如果可以的话，我们请一起打开我们的饼杯，我们一起来享用。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如果你口上戴着口罩，记得拿下来。本来我的饼比较大，但是我怕吃不完，一个小的就好了。没关系，慢慢来哈，慢慢来，不要呛到了。好，让我们一起来攻读奉献求恩文哈，我们一起来读奉献求恩文，一起念来。赞美和感谢主，借着主耶稣基督舍身流血，得蒙赦罪与诸般的恩赐。现在将自己献给主，做合宜清洁的活祭，恳求主使我们得蒙主的大恩鸿福。我们罪恶深重，原不配献祭于主，但我们求主接受我们区区的至诚，因为主耶稣基督饶恕我们的过犯，所以唯有求主欢喜悦纳，不要计算我们的行为。但愿尊贵荣耀归于无所不能的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主，永世无尽。阿们。圣餐礼到这里。让我们以心灵粮诗选第300首与主合一的第2节回应主的爱。会众请起立。不再受罪下之。
奉献。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或者你还不清楚奉献的意义，请你保留你的金钱，让奉献袋从你面前经过即可。我们请司线同工到台前来。让我们以感恩的心回应上帝的爱，一起来祷告。赏赐丰富的主，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来的献给你，尽我们的心思力量，奉献金钱。愿教会用于各样事工及宣扬福音，实用的合宜，荣耀你的圣尊名，让众人得着益处，复兴我们的教会。如此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请起立，我们来唱《向主献成歌》。我向主所陈，都是主施的恩，让我所有都属于主，是主托付仆人。在我们唱《我们是一家人》之前呢，来介绍一位新朋友，陈柔珍姐妹，我们欢迎你。一次欢迎，永远欢迎。来，弟兄姐妹们一起来唱《我们是一家人》。这首诗歌我们唱2次。为了大家的健康，第2次彼此问安的时候，拱手不握手。我们成为一家人。
各位弟兄姐妹，请坐。因为我们时间的缘故呢，我就快速的报告几项。本周呢是12月的第1个主日及圣餐主日，会后12点30分要召开12月份小组长会议，下午2点召开执事会及新就任执事的交接，请新就任执事留步参加。那么会后我们崇拜后的11点40分有洗礼造就班，我们欢迎有意愿受洗或转入会籍到本会的弟兄姐妹出席参加，在6楼。成人主日学在主日学后上课，圣乐赏析在副堂，小先知书在201教室，新约纵览在5楼，纪要真理班也是在5楼。欢迎还没有参与任何课程的会友，你随时都能够加入，一起来认识上帝，查考上帝的话语。那因为疫情的关系啊，我们星期四祷告会实体线上并行，我们的主日崇拜也是。那其他的小组呢，你们可以自己讨论是否要开放为实体。那有一件事就是关于奉献的事情，如果弟兄姐妹有一般的奉献或是感动，要做特定的奉献的话，你可以实际到教会来哈，在崇拜的时候奉献，也可以利用转账奉献。那请注意，就是说，如果你转账的话，一定要告知办公室你汇款的那个汇款的账号的后5码，来便于教会的会计作业。那信用卡奉献或是直接交到办公室也是可以的。本堂将于12月18号举办第2次圣经会考，采取预先报名的方式，实体与线上的同步来进行。12月18号的时候，考题范围呢详见报名表。那报名到12月11号，就是下个星期为止。那你也可以到教会的总版，教会的总版呢有实际的题目可以让你练习。那教会将于12月24号，就星期六，12月24号星期六晚上举行圣诞晚会。那12月25号有圣诞主日及受洗转入礼拜，欢迎弟兄姐妹邀请你的新朋友来参加圣诞晚会以及圣诞的主日崇拜。教会会为每个人预备一份精美的小礼物。那明年的1月1号是立约主日，1月1号立约主日。那1月22号是年节主日。这2个时段呢，国台语堂要合并聚会，时间是早上的10点。那另外就做一项教会的宣导事项，如果有需要借用教会场地的，比方说像厨房啊、餐厅，那各楼层的教室空间等等，请提前能够向办公室教会的办公室来登记，避免呢你这个突然的使用那个场地的话，可能那个地方已经有别人使用了。那所以呢，请你如果有需要的要使用教会场地的话，能够跟教会办公室联络一下，看那个场地是否空下来。这样子呢，我们大家呢能够顺利的举行我们自己所要的聚会。那主日后5楼餐厅是进行晨主的课程。所以如果有小组或个人需要用餐的时候呢，就麻烦你挪到1楼的大厅。以上关于肢体的消息，还有上周的出席人数以及奉献，请大家参看周报，我就不在这边多做报告了。问牧师。弟兄姐妹，牧师这边补充报告一下，因为这个有个弟兄他说这个他不晓得受洗班已经开始了，所以他落掉。那他有特别申请说，他希望能够在明年的就是1月1号，刚好也是主日的时间，然后他要来受洗所以如果弟兄姐妹，如果你还没有上这个受洗课程，或是你也有意愿愿意来决志认识耶稣，那么我们欢迎你能够来就是一起来上课。那我们在这个25号受洗的这几位他们已经上到一大部分了。那其他我们就是会在1月1号的时候会来进行洗礼或转入。
那所以如果有落课的，或者是你要补课的，或者是你还没有上课的，也都欢迎到6楼一起来上课。但是受洗的时间会稍微会不太一样所以请这个弟兄姐妹能够知道一下。那另外就是我们在立约主日是卫理公会的一个特色，1月的第1周都是我们的立约主日所以请弟兄姐妹我们也一起来预备跟上帝有美好的立约。那可能有人会有压力说，那立约是不是有一些什么启示或发誓千万不要以为这个是有一个什么惩罚啦或者是什么有一些什么背后有一些什么会不会这个天打雷劈啦？不会有这个东西所以不用担心我们就是一个跟上帝的一个立约，期待我们能够在来年我们能够有一些改变，或是有一些不一样那但是刚刚讲了，做不到没有关系，千万不要觉得说做不到好像很羞愧，做不到是很正常的，做不到表示我们还需要上帝的恩典所以不用觉得好像立约了是不是有一个什么样的那个诅咒并没有这些东西。然后我们的春节也是联合礼拜，所以我们刚刚讲的爱里面的实践，因为我们的台语堂的弟兄姐妹很少来跟我们国语堂的弟兄姐妹有连结，那这是我们1年至少会有2次到3次的时间，我们会有彼此一个和睦跟连结的机会。那所以如果我们弟兄姐妹如果看到有一些这个台语堂的弟兄姐妹上来，应该你都会看到知道他是谁，那只是没有讲到话或是接触到，那都希望我们都能够秉持着爱心，我们都能够来接纳，邀请他来就座或者是招待他，让他能够跟我们一起在我们的礼拜堂里面一起聚会愿上帝来帮助我们以上。弟兄姐妹请起立，我们来唱3-1颂。普天之下，万国万民齐声赞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同荣同尊，万有之源，万福之本。祝福。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慈悲怜悯的天父，愿你将和平从天上赐给我们，让我们所在的地方因着我们带来和平，带来和睦，带来祝福，带来喜悦。愿你恩待我们，让我们所在的地方祝福与和平都随着我们。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颂。阿们，阿门，阿门。弟兄姐妹请坐。我们在电乐中，为了今天的报告思想以及肢体消息里面所需要的来代祷。有病痛、忧伤的弟兄姐妹，请你到台前来，牧师要为你祷告。